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天气反凉，中南部进入到秋冬的空气污染季。高雄的环保团体讲，害高雄空气歹的凶手都是兴达电厂，所以高雄市政府都要求兴达电厂为昨开始来停止2台烧炭机组的运转，要咧运转的，嘛要减少到烧炭量。讲安尼一来，会当减少到448吨有害铺粒仔的排放量。但是环保团体认为安尼也无够，必须要甲烧炭的机组全部停掉。伫高雄的兴达电厂，若是发电佮产生大量的污染，秋冬季节所有垃圾空气拢向南吹。环保团体持续抗议，高雄市府毋敢无作为，今日总算祭出新做法，4部机组停掉2部继续运作的用碳量要降到6.5%。兴达电厂4部燃煤机组的这个用煤量啊，已经只剩下105年当年的1/3，因此在这秋冬6个月里面啊，兴达电厂的用煤量只会更减少，而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增加。市民，你的心、你的肺全部都黑掉了。兴达停煤，呼吸平权，呼吸平权。伫议会门口喊口号，环保团体认为想要互高雄摆脱空污的恶名，停掉2部机组是无够的。那我们认为空污的重拳就是要把兴达电厂的燃煤机组全部停煤。环境正义永远都轮不到高雄。高雄市环保局这次做法，环保团体依然是感觉无够满意，但是对着改善高雄空气污染嘛，算是跨出一大步。若是高雄空气会当改善偌济咧，也阁需要观察。